呀，如果老婆啦，我去给你妈妈弄点绿的哈，你们先打住哈，马上我来给你看哈。好，倒水。好了，拿一个霓虹过来。霓虹，过来看看。来，我给你做点冰糖雪梨的和那火来。起。来，尝到没？哪里？那你刚刚我给你弄那个冰糖雪梨的过来。你还弄来这个啊？哎，网上写的。高兴。有没有嘛？